中国武汉肺炎的关系，大家较爱去病院。若民众因为无去病院，嘛无人来关火，规台湾的库存量拢无够。特别是花莲地区卫生10年了后，火库存量一直无到标准7天的量，敢若剩4天尔。即马上解欠的就是U型的火。花莲主治病院顶礼拜五库存量大跌，为了要鼓励大家做伙来关火，咱嘛看到医生甲护士先来带头。命确认了后，手比起来，准备要关火做爱心，唔过斟酌甲看来排队的人，全部拢是病院的工作人员。捐血是很快乐的事情，鼓励民众要定期来捐血。当你在开刀房里面看到那一袋血可以救一个人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那真的是非常非常有价值。原来因为受到武汉肺炎的影响，民众变甲较无爱来关火，福全台湾的火库特别无够用啊！普通安全的火库存是7天，一天需要的量超是150地250cc 的火。不过为春节过了后，花莲火库的库存就一直拢无够7天，目前敢若剩4天，其中U型的火上欠。直指寒冬之际，花莲地区正闹血荒。医院响应捐血活动。花莲主治病院顶礼拜五U型的火，更加是强要大底，为着补充火库，病院专工找关火车过来，请病院内底的人来关火。不管是医生还是护士，大家拢走来关火。全国都有这个相关，大家在防疫，呼吁我们院内的同仁，还有我们的师兄师姐，所有的大德都能够来响应这一波的捐血。其他的病院U型的火暂时拢也阁有够，天气冷时疫情阁遮尔严重，医疗人员敢若会当家己徛出来，希望民众看到麦当做伙来关火。记者综合报道。